古代嘛亲像是流氓。哦，你要做皇，你伫台顶做皇帝，伫台骹落就毋是皇帝安尼。你伫台顶演啥物角色，落来楼骹就毋是啥物角色安尼。哦，所以荣华富贵遮尔美丽的高景，咱拢要追求着荣华富贵。但是荣华富贵，互咱追求着，咱搁会当享受啊。哦，咱搁会当享受啊。所以有人追求到底嘛是讲，就是讲，咱一世人所追求的荣华富贵啦、名利也好，到尾仔呢嘛是亲像网一张空而啦。哦，所以讲种个也做水，但是日头若出来，乌暗若无去，也紧就无去啊。哦，就亲像咱咧落水你感觉看足水，但是日头若出来，即个落水呢就无去啊啦。所以咱人生过程当中，千万就毋通像即个落水，还是毋通像即个风云。哦，刚才讲迄个夕阳无限好嘛，只是近黄昏嘛。哦，所以咱要安怎，互咱的人生过程当中呢，会当用常识、用光辉，你无非就是爱做着修行啊。若要修行啊，你家己无体会，有时人生过程当中有当时啊感觉一日过一日，一月过一月，一年过一年。咱所得到的是啥物？啊，你心灵上有提升偌济？哦，所以在修行的学习过程当中，其实呢，我感觉咱来咧听是做好，但是爱会晓去做。咱讲悲行行嘛，你知，咱讲知爱压水嘛。啊，这个压水你就是爱有行动去做。今仔日我的脾气毛病无好，我爱会晓改啊。就亲像我早头跟老师讲，看别人行一段啊，你不如你行一寸嘛。啊，你即个行一寸，就代表你有咧改进嘛。哦，今仔日我做爱人骂，做爱人笑。啊，是我做爱讲三字经，但是我来听道理以后，我这三字经怎啊写起来？哦，我也袂讲错，啊，我讲话嘛就是较细声，袂像以前讲讲电话就大声咧。啊，这就是有咧改进嘛。哦，这就是有咧改进嘛。啊，你如果咱若来听道理，听了诶。佫会讲骂，佫会讲错，啊，讲话佫遐大声，啊，有当时啊，佫讲话佫无好听话，啊，这就是代表咱听道理无吸收入来，啊，无去改变着咱家己的言行啦、意志啦、行动啦，啊，你咱讲伊咧原地踏步，咱表示咱无改变。哦，你家己无改变，你讲修道会当改变命运？咱讲感觉迄个家己命运无好，要去互相命，甲咱相命嘛。啊，其实你的行为、你的思想若无改变，你的命运搁去找较高的相命先生呢，嘛袂改变嘛。啊！你家己若有改变，你的命运毋才会改变。哦，啊！你若讲一个家庭就对啦。啊，若我若拢吵闹闹，即个家庭的命运敢会好？我相信绝对袂好啦。人来讲家和万事兴嘛，家若不和咧万事平啊。一个家庭就遐吵，遐讲吵闹，伊的环境袂改变，伊的家庭要才会改变。
道的光明，真心付出度化众生。兄弟姊妹，烧少咱修道，上天慈悲，感怀在心，相信你嘛会当认真做。十分的信心，真情甲真意，为度众生用真行，上天会相助咱成功。哦，咱今仔日入着了道，咱知影讲，在这个人生关怀的过程当中，咱知影讲啥物是真的，啥物是假的。哦，人生这个理路，若咱在修道的过程当中呢，咱哪有目标？咱哪有目标呢？咱哪有要达到迄个目标去努力打拼呢？真心付出度化众生，所以为什么讲咱爱去度化着兄弟姊妹？因为咱要教道这么好，这么殊胜，好互大家知影嘛。希望咱的兄弟姊妹呢，每一个人呢，拢会当离苦得乐，每一个人呢，拢会当等于西方着世界嘛。因为进大的公开呢，靠这个因缘，靠这个殊胜啊，无你也看像咱这个月7月嘛，7月咱拢知影，7月有3界普渡，月头普渡、月中普渡、月尾都普渡嘛。为什么讲咱迄个暗时要伫路口采一包光明灯？7月为什么要点灯？咱有去思这互我家己想的啦，毋知敢知影啦，毋知敢对啦，这互我家己想的啦这是互我来体会啦。因为你7月咧普渡，你若无点一包光明灯，你毋知影路要怎行啊？咱这包光明灯，咱一般世俗咧讲的啦，讲要有好兄弟啊，有路人看嘛，有光明嘛，伊较有看着路嘛。其实这包光明灯，你若甲换起来咱家己就对啦。这包灯你若你这三者大开普渡。你嘛无得到名师，甲咱甲咱点开咱家己的心灯啦。你的人生是黑暗的，你的人生是黑暗的呢。这拍灯拄啊7月才有咧点尔，普通时啊无人咧点。我跟他讲，因为7月就是三者大开普渡嘛。这个时间若过，你讲要点，人会出去。对，所以这光明灯毋是黑白点的，拄好7月呢较有点尔嘛。其实咱若讲反自照，大家讲来讲天天上人作用，咱爱甲一寡物件呢摕来咱的身躯来去感受所以呢，7月才点光明灯。咱逐个拢有点着光明灯嘛。搁有我下节讲师甲咱讲三宝嘛，天官口官合同嘛。咱每一个人拢有得到三宝嘛。咱三宝就是要互咱飞天的一个印证嘛。若无的话，一般讲我成日比如讲，求着到上界殊胜的所在。就是讲，咱人若100岁年老，这个身躯呢是软的嘛，身软如绵嘛。这由咱的前辈者拢印证代表讲，咱今仔日求着的道是道真理真平民真的嘛。无一个宗教的会当甲咱保证讲，你今仔日来信我这个教，100岁年老的以后。你等于的身躯是身软如绵，无对一个宗教敢甲咱保证，只有咱一贯道敢甲咱保证。只要你来求着道，道真理真平民真，
年啦呢，咱的身躯呢一定生软如棉，哦，啊，这个咱的有时间观念呢，我咱的人生是。